2025年12月9日，陪伴咗我哋10年嘅機場仔，因全身機能衰退安詳離世。機場仔係犬舍早期成立嘅時候被拯救嘅毛孩之一。年幼嘅時候曾經喺機場附近流浪，經好心人通知之後獲救。機場仔喺加入犬舍之初已經出現明顯情緒問題，後來更曾經因情緒失控而咬傷工作人員。喺定時服用精神科藥物同埋團隊悉心照顧下，機場仔嘅情緒逐漸穩定，喺犬舍度過咗平靜又安穩嘅10年歲月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機場仔嘅身體機能逐步衰退，後期四肢乏力，需要輪椅輔助企起身，進食亦需人手餵食，最終因為全身機能衰退，踏上咗彩虹橋。歲月無情，10年前最初被拯救嘅毛孩喺呢幾年裏面陸續離開。10年彈指一瞬，原來短短10年就係久久嘅一生。感謝每一位曾經關心機場仔嘅善心人，你哋嘅善意讓佢嘅一生唔再孤單，唔再漂泊。再見，老朋友，我哋嘅機場仔。